像现在都可以录影啊，或者是用拍下来的，如果不好可以 NG 重新来过。以前现场啊，那真的是要真本事哎哦，如果唱错的话，人家丢一个香蕉皮啊，丢一个垃圾啊，自己也只有认啦。这还佫有别款还佫突出的，真假呀？哎呀，所以演你拢爱注意，唔能爱清清彩彩演的哈。不过我也晓得啊，演戏的时候应该2个人都有套过啊，除非套的时候出了问题，不然怎么会这样呢？也有。太多了。哎呀，讲来听啊，不要你一个人知道，我们都没有办法笑一笑。哦，我今天准备都是要讲的，你慢慢听啊。你做风格，你出台了4年8啊吼。啊，小良啊，小良，你做红武警的吼，吹只保罩吼。知啦。人连红武校啊出来一根头吼，会记，拜托啦，新单吼，把它做出来，莫遐严半件啦。我好困来，要出台吼。都是穿。嘿！这在金殿看世界，将卿有事并无在。你就无咧做先咧看世界？明白了。坐在金銮殿，金殿挂金牌，金牌4大字外邦进步来，果然，什么道理？凊彩啦。哦，哎呀，皇帝就是呀。5支早条定殿。将卿有事来找，无事退调。新红武警觐见。红武警觐见。宣红武警进殿。宣红武警进殿。娘子，有听皇上宣，上殿上金銮。臣叩见5皇万岁，万岁！红武警平身。谢万岁！哎呀，贤卿，果然无旨宣调，有甚物国事体奏咧？启奏皇上，臣有表要奏。有甚物代志，准卿奏来。这个嘛，大海啊！拄啊人咧讲，咱也无咧共听，即摆唔知影想要讲啥啦。我知影，安尼好啦。皇上，请听臣用兵来。呀！我到口要加，这个讲要走唔走出来，唔讲出来，我知影伊要做啥，我当要安怎甲伊？哎呀，贤卿啊！你上殿要走，互寡人知影，你讲遮紧，寡人拢听无，你搁再走一摆。就是袂晓讲，唔知用比的。皇上啊，皇上，你也是听臣用兵的较紧啊。你要讲啥？你唔讲出来？哎呀，天家，你无讲，寡人拢唔知，搁再讲一摆。我就是袂晓讲，再比的，你哪会听无啦？家己是咧做啥？你要讲啥？你无讲出来，你无走，我哪会知你要做啥？讲啊！我就用比的比过啊，安尼你就知道。哎呀，贤卿啊！皇上。叫你讲袂清楚，明明你是欺君，归去来人啊！在。抓去台。是。小等咧。你即摆甲我抓去台，等下服务小还是要叫啥物人出来讨保？这个代志你唔要讲出来，无你敢若用变，一直变，我哪知影你要做
做啥？我就是袂晓，唔知用笔的，我就袂记的，袂记的，安尼。